来关心彰化高阳国道1号有一架轿车车门向开开，一个人全呢摔落来，加在是无去互弄到。所来警方会调监视器，请车主到案说明。另外，伫台南有民众牵铁马要搭火车，讲车厢这铁马无地囥，怎甲车塞伫涂骹，阻挡火车关门。代替可能无效，决定要照铁路法改裁罚。看到头前有状况，民众举一条赶紧骑喇叭。导航器弹出来啊！原来是头前这架驶伫外侧车道的轿车，向有人对内底摔出来，后续的车向公公闪去边啊，后壁的驾驶也赶紧停车，才无弄到这位男性。发生的地点伫国一上北353.7公里的所在，公车道的车要甲伊闪，险险啊失控出意外。本大队目前尚未接获民众报案，为厘清相关案情，本大队将调阅 CCTV 影像追查该自小客车车主到案说明。警方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若查到有牵连公共危险的部分，也依法侦办。伫台南是有地铁乘客甲站务人员关起来。他有没有踩我？他有没有踩我？穿白衫的男性就徛伫车门，佮甲站务人员冤家。警方表示，这案疑似是因为站务人员可能男性爱徛甲离铁轨路上晚来起冲突，双方拢无要提告。劝导物靠近轨道太近，有推了站务员一下。双方目前无提告。大家当下都还是有那种火气啦。有时候人家是怕你危险啊。地铁是回应地质发生伫2白暗头仔第3232处区间车，车到永康站了后，查甫乘客牵脚踏车进入第一车厢，化讲人伤济无法度抗车，甲车塞伫柜台涂骹，指控地铁人员甲伊杀，了后佮阻挡列车关门，影响行车的安全。值班的站长甲伊口控也无效。该度运送契约，请一个旅客退票以外，也按照铁路法等相关的规范，以请裁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